今日講下啲小零食先，係咪好啱胃口啊？嗱，其實咧，如果媽媽肚餓啦，特別係餵母乳嘅媽媽啦，咁啊應該調轉咗添，就應該咧食多啲一啲杏仁類啦，或者係一啲堅果類嘅食物嘅。堅果類嘅點心或者係小食咧，其實對於媽媽奶嘅油分係非常好噶。咁當然啦，你都應該要好好咁選擇嘅。如果裏邊咧有小魚仔嘅話咧，即係花生米小魚仔嘅話咧，咁就更加好啦，因為佢個鐵同鈣質都會非常好。咁當然你要吸收好多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發現自己係皮膚冇咁好，譬如可能係有濕疹底嘅話咧，咁你就小心啦。食花生咧好容易係引起致敏嘅。咁其他如果冇特別嘅朋友咧，你食呢個都冇問題㗎。呢個咧其實就一定食得嘅，不過只不過係辣啫。咁你話辣係咪對 BB 嘅奶唔好？對 BB 食奶唔好呢？咁印度人都食咖喱㗎啦，問題不大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受唔受到啦。好啦，enjoy。